Hello， 各位團友，想搵個地方真正放鬆身心？今次大寒假期特別為你打造咗一個好似巴厘島咁浪漫嘅海南島雨林秘境加奢華海景雙重享受之旅。等我同大家詳細介紹一下啦。我哋會喺香港機場出發，直航飛抵三亞，隨即展開5日嘅頂級體驗。首先，我哋會帶大家遠離鬧市，深入海南島中部，入住隱藏嘅4A 級天然氧吧嘅神浴島浴酒店。呢間酒店充滿巴厘島風情，周圍係山地湖泊、森林溪谷，仲有億萬年植物活化石同松蘿叢林等自然景觀，真係一步一景，空氣清新到你想裝多幾啖返屋企。大寒假期嘅貴賓會入住約550尺大嘅客房，仲設有浴缸，夠晒寬敞舒適。酒店禮遇仲包括入住有歡迎水果、mini bar 同埋 lunch pack 送俾大家。除此之外，呢間酒店仲有提供多項療癒活動，例如音缽療癒同埋瑜伽療癒課，參觀神浴藝術館，再喺神浴書院體驗靜心抄經，洗滌心靈。喺呢度你可以真正放慢腳步，全天無限次暢玩 4A 神浴島景區，漫步環湖棧道，係一次真正由內到外嘅解壓之旅。之後我哋會轉往三亞地標三亞鳳凰島度假酒店，酒店坐落於三亞灣路鳳凰島上，擁有無敵海景。我哋會入住約550尺嘅海景露台客房，企喺露台就可以俯瞰360度震撼海景，尊貴享受即刻升級。另外，我哋仲喺高空走廊安排大家每人一杯飲品，同埋 Fire Bar 嘅門票1張，仲有免費穿梭電瓶車去島口。島口就係三亞海岸線，周圍行街宵夜都超方便啊！我哋嘅行程仲會帶你玩轉三亞經典景區，我哋包景區交通遊覽海南代表性景點天涯海角。喺天涯小鎮特別安排每人一杯特色飲品，超住打卡。去大小洞天，我哋同樣包環保車，欣賞巴厘風情，打卡天空之門同海燈塔。包景區交通登上南海情山鹿回頭風景區，喺山頂全景俯瞰三亞山海，探索鮮芒夜市同第一市場夜市，自由品嘗當地美食。仲特別安排海底餐廳下午茶，享受奢華一刻。我哋保證全程純玩，無購物無自費，100% 全包景點門票同景區內交通代步。各位名額有限，想享受雨林同海景雙重度假體驗，快啲過嚟報名啦！